上面嘅呢一本1200字嘅字典，佢呢一本嘅字典咧係收藏咗由1歲至到8歲咧小朋友所需學習嘅1200個嘅新字，再加上呢一本嘅字典咧係用咗主題嘅形式咧嚟劃分咗小朋友而家最新學習嘅53個嘅主題，譬如一啲嘅中華文化傳統嘅節日啦，佢呢一本嘅字典除咗可以話到俾小朋友聽咧節日上邊嗰個嘅稱謂之外，佢亦都會提供翻咧一啲嘅關聯性嗰個嘅詞語咧，去俾小朋友嘅，提高翻佢哋嗰個嘅聯想嘅能力。再加上咧呢一本嘅字典都設立咗有3種語言嗰個嘅點讀，譬如係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英語嘅點讀啦，中文教師節普通話嘅點讀啦，粵語嫦娥。廣東話嘅點讀啦。呢一本嘅字典咧，用咗主題嘅形式咧嚟教小朋友咧，對小朋友嚟講咧，仲有一個嘅幫助嘅。因為主題形式去學習新字咧，係可以幫助到小朋友更加容易去理解、掌握同埋應用呢一個嘅新字，將短期嘅記憶變成一個長期嘅記憶。而且呢本嘅1200字嘅字典咧，佢每一個嘅主題咧，亦都會設立有 Q&A 嘅環節。可以增加到咧小朋友嗰個嘅互動性嘅學習嘅趣味之外，更加可以咧提高到佢哋咧學習嗰個嘅動機。如果你想知道咧更多呢一個字典嘅詳情嘅話咧，快啲 click 入嚟我哋公司嘅網站嗰度，你就可以睇到更多㗎啦〜